讲到这中华鹿港的中滨工业区内面的海量离化风电场，今早起10点外发生公安意外，工人伫咧装消防管线的时阵，发生利用化炭泄漏，有17名工人受伤，其中3个情形较严重，等咧加护病房抢救。根据着这案事初步调查，现场并无预防气体泄漏设施，也无任何的警告标示，违反着这案法，先甲因罚30万，而且还要停工处分。大量的 CO2 外泄，人员赶紧疏散，但意思是吸上侪 CO2，有人员徛袂在，就安尼倒落来。中华海量离化风电厂的降压站，拜二顶晡10点左右发生公安意外，工人咧装消防管线时发生 CO2 更干的气体漏泄，消防局伫现场救出14位工人，有3位是工人家己去病院，计共17个人受伤。经了解之后，疑似是安装那个 CO2 灭火设备的一个系统的过程当中不慎造成一个外泄，然后现场总共那个伤者伤病患总共有14位。本院接受3名的伤患的第一名是58岁男性是最严重到院时候是没有心跳，那另外2名是24岁男性一个是到院的时候意识不清，已经呼吸衰竭，目前也插管。这站意外计共造成17个人轻重伤，其中3个人较严重，搁伫咧加护病房急救。这案事嘛到现场调查，发现现场有262支的 CO2 更干呐，其中56支唔知影什么原因发生气体外漏。没有去有预防这个外泄的这些设施，也没有去做标示禁止这个劳工去误触，相关违反治安法部分我们就会做30万的裁罚。海龙计划于第一时间与现场人员及承包商东元电机联系，后续将与承包商及相关部门配合，详细调查事件发生始末。这案事初步调查发现，现场的安全防护并无落实，违反这案法的部分会先罚30万，而且下令停工。海量风电回应会好好照顾受伤的工人，嘛会积极配合调查，查明意外发生的原因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